在自己的频道社群哦发布贴文哦，把那个道歌借用调记的歌曲曲名前面加井字发布贴文以后就可以有超连结功能，可以进行搜寻。你刚刚搜寻到第15项、第16项，现在要按第17回娘家。你看，影片资料库有这么多呢。只要影片标题回娘家有3个字的，你看就显示在这个影片资料库里面。然后现在要把那个加入播放清单哦，来点按第2项、第2排第2列第2列那最右边你看，画面右下角3个点，点按第2项，然后勾选第2项，然后按完成。你就这样来加入播放清单哦，学到歌可以参考，熟悉那个歌曲。